这个菜市啊，也则是餐厅，常常听到的青菜水莲。日产地高雄美浓有一个正宗的念法，叫做美浓雅莲，规模真大，一年创造的产值高达3亿。这个雅莲已经将做农民心目中的黄金咯。李大哥伊穿4卡衫落田去采收，伫水底雨啊雨，积里安尼一束搁一束，这就是餐桌顶经常看到雅莲。先来清洗，然后换遐剪条嘛真够工。虫咬的、天螺咬的，这全部都要折掉。市场内迄才是餐厅经常听到的水莲，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，叫做美浓雅莲。目前市面上不管叫水莲或叫野莲，或者它的学名叫龙骨拌青菜，所代表的都是属于美浓生产出来的我们所谓的野莲。讲到美浓，你会想到鸡仔条甲纸线，但是这个雅莲嘛是美浓人的骄傲，因为雅莲全台单讲只有美浓咧种，面积是100公顷，敢若是伊的产量就占全台9成，总业人口1200个人，一档的产值是3亿，规模相当可观。一年可以产生600万台斤的一个产量，它的产值如果以平均每台斤50块来讲的话，它一年有3亿的产值。在新加坡、香港、马来西亚，我们也适度的把我们的野莲去推展出去。这不爱，对。这拢是清洗挑选过程中拣出来出级品，会当卖到市场的只有3分之2拢在单调。即马农会甲工研院合作，加这比单调雅莲进行研究开发。工研院的想法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不要的东西，我们要把它变成黄金。这段出炉的芳，你所看的青色不是葱啊，是含肥店家用在地食材雅莲。这个面包呢，就会比较吃起来的那种嫩度、柔软度就会更好。这好食的快炒雅莲，到提炼研发出各项的保养品，也阁有饼、甲面包等等，拢会当看到雅莲的影子，为高雄美浓的农产创造新历金。